着传奇而又勤劳的藏族人民，他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秉持着自己的信仰，繁衍生息。传说因为英雄格萨尔收复了18大宗之首达什诺宗时，并将达什诺宗的财央分遍于雪域各大神山，雪域大地才变得如此的富饶而祥和。由于这片土地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氛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四季更替和天文观测等方面都有着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见解。这里是志洪牧人家的春秋季牧场，每年的4月份到6月底，他们就会移居到这里放牧。眼看着7月份就要来了，他们家也该搬到夏季牧场了。这时候的夏季牧场水草丰美，是牧民们放牧的理想地，也是让牛羊变肥壮的绝佳地，所以能增加牧民的畜产品收入。由于受地理位置和生活习俗的影响，搬家时牧民们要把所有的货物都托给牦牛。他们家准备把从4月底到6月底储蓄起来的酥油存放在牦牛皮袋里，这样既能防腐又方便托运。多南老人是这家的爷爷，
他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牧区的天气变化了如指掌。7月即将来临，他们要搬家到夏季牧场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了。于是，多南老人走出帐篷，走到帐篷外边正在晒的屈拉奶酪摊跟前，随手拿起一块尝了一下。奶酪已经晒干，可以收起来了。他眺望远处的草地以及空中云层的流布趋势，当即做了搬到夏季牧场的决定。他走进帐篷，与儿子蛋杰商量搬家的事。雨季马上就要来了，如果现在吃尽了这里的草，日后秋天的时候牛羊就会断草。这是多南老人想尽快搬到夏季牧场的原因，也是所有牧民们最担心的一点。多南老人的家里有很多牛羊，要搬的货物也很多，所以搬家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让他的儿子像往年一样，到夏季牧场去带几个老乡来帮他们搬家。儿子蛋杰按照父亲的嘱咐，骑马到夏季牧场，向已经搬家结束的人家寻求帮忙搬家。
别老让我去家那个。他不能去家的了。儿子找来的帮手们来了。干嘛的？这有，什么这的？哪儿吃的？你们怎么的？哦，大呀，过的。他哪个发电的？他哪发电？他可给加了罗去，而且。可以啊。加了。老父亲先向他们问候，然后问起了夏季牧场的水草长势和燃料等问题。帮手们说，由于今年天气较好，风调雨顺，草木生长茂盛，燃料也不缺，也得益于去年堆积的很多牛粪，不必过于担心。老父亲听了后感到很欣慰。家当什么说？你打给这个，然后按这个给提，谁人就提。哎呀呀，提的大葱路，这里在葱路，你打提个家路家里家里提的，提动别啥，你把你这都提打的提弄打提动。啊，去多把啥子？还多把啥？那得多。呀呀，这个是的，掐了啥？上酒。前来的帮手们吃完饭，休息了片刻之后，便开始准备收拾起将这顶搭了几个月的帐篷。不然，要是天再下起雨，就会弄湿帐篷，使帐篷的重量将会增加几倍，导致明日行走山路时人畜的安全问题。
收拾帐篷之前，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一一的搬到帐篷外。他过领导，哦呀，过领导呢，我这也有城市人选的领导。
所有东西都准备托运后，他们要数准驮牛与东西的数量，以及每对货物的重量是否相吻合，因为这将关系到他们明天能否按时出发，还有一路上人畜的安全。살아 그러겠어 노는다니 살아 육인 거야. 살아 이거 노나리 마도는 보호 내도 거잖아 보호다 为了使货物不被雨水淋湿掉，他们在堆好的货物铺盖了几层萨拉。다 똑바지야 타라서님 바초사면 도서大帐篷已经收拾好了，今晚多南老人一家人要和帮忙搬家的客人们一起在这小帐篷里过夜。这顶帐篷是多南老人亲自缝制的，传承了父辈们的帐篷形状和做工特征。가이도 루로리스더라 호영어 lạc bạn này không? 야야 Phát hết thì chẳng ăn mà đây. Ya! 다 담았니?
头拴在牛绳上。我瞅瞅。能抱出来的哟，能抱出来，能抱出来。晚上提前安上驼鞍，这要为明早的驼雾做好准备。第二天提早起来后，要先仔细检查昨晚安好的驼鞍的位置。这个我们行，来，这都是。给牦牛驮货物时，先要把牛腰间的绳子绑紧。我走。他来公他他们妈的垃圾。驮物时也要按一定的顺序，先驮较轻的货物，最后要驮帐篷和棚杆这样的重物。
我吃到刚我里头，哎，哦。你我快下去。这过去，俺这家说说你，这里，两套鸡，手镯起来的，起来有石头。他们有一种传统习俗，就是棚杆和石磨盘不能分开托运。在没驮棚杆之前，要先驮上石磨盘。哦耶！去公了。也靠近头那了，就讲到。老兵是嘛？老兵的高了。喜欢中国的，走了。这顶黑牦牛帐篷很重，至少需要有3、4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才能拖到驮牛的背上。但驮牛风筋多力，在驮运过程中畅通无碍。帐篷里挂着的小口袋称为秧库，福袋的意思。它是由很多活佛高僧所加持开光的，无论定居或搬家，它都不能离开帐篷。牧民们相信，它能让家庭吉祥安康。这是走，我走。张旭啊，才给我扔了几个挑开那个的嘞，不行，叫你。当所有的货物驮好，给马也安好马鞍。
家里没烧完的牛粪，要用湿牛粪再包裹一层，这能让牛粪持续干燥，不被雨雪弄湿。等下次搬到这里时，就又可以把储存在牛粪堆里头的干牛粪挖出来烧。这条老藏獒是他们家的看守员，它不仅对主人忠心耿耿，且深情厚谊。比如，就在昨夜，大家都安心熟睡的时候，这条藏獒守了整夜堆在外面的货物及牲畜，出发之前要喝一碗酸奶再出发。牧民们相信，出发之前喝酸奶能心想事成，一路顺风，所以他们不论做什么事，出门之前总会喝一碗酸奶。他们把这种习俗称为扎拉卡嘎，向战神恭敬或祈祷一切。哎